先来做客慢嘢来了，今日来除了的一个是新朋友哈，伊系一位艺术家，韩国车展人小年贤，同样年贤，易容姐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年贤。年贤一下就系睇学讲下，因为唔系中华沙头人，算社头哈。对。啊，从小其实冇讲下，小时候没有讲，对不对？对，我的阿爸阿妹都已经丧失客语能力应该往上2、3代都不会讲了。对。系啊，因为中华人的印象都系人讲古老话、后老话。后老话。就睇连嘅爸爸妈妈就冇会讲嘅。他们都不会讲了。哦，咁日按後生嘅後生條嘅農會上去同蒙面人進來呢，吼，一天有一個貼拍嘅故事，咁人哋今日有唱到年輕，都係要用一條唔嘅小物，一條物品吼來講年輕嘅故事，人哋都想處理本人哋天空，可能年輕帶來嘅物品係乜嘅？廣告顏料。對。哦，一個我的工作離你很遠哈，所以才很久沒有看到這個。你會拿哪個呢？因為我過去是高中的時候是念設計科，就是高中的時候是念設計科，然後後來大學念設計系，到研究所才念藝術的研究所。然後廣告顏料其實是因為高中，尤其是高職技術高中，其實都要考，就是像丙級檢定啊，還是什麼檢定之類的。然後廣告顏料其實是我們考術科的考試需要拼圖啊，還是繪畫，一定會用到就是廣告顏料。然後我會選紅色廣告顏料，一個是我自己很喜歡紅色，對，然後就是我有蠻嚴重的色彩偏好，在我很小的時候，對，很小的時候就是可能在玩那個兒童玩具啊，還是在嬰兒床上看到紅色的東西就很開心，這樣子。對，就是我。顏色英雄喜歡紅色的嘢唔多呢。有時候假設是兒童的物品還是套件，有多件，就是有紅色有藍色，我都不會跟就是我弟弟搶還是什麼，就是就是藍色給他，然後紅色給我，剛剛好這樣。對，紅色就好。啊，不過唔係農會上去做廣告設計咯，係顏色好搞圖哈。因為我小時候就是有待畫室學畫，從很小的時候就都有學畫。然後國中畢業要升學考試的時候，就是我家裡的人都以為會你讀一般的高中，對。然後但是我就想說，我蠻喜歡畫畫的，然後是不是就念設計？但其實這是一個很經典的錯誤的想法，就是畫畫跟設計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對。你看，因為bản身唔低，對，不知道這個差別。不知道，對。根本不知道，然後就想說，那我要念設計，但是在那個時刻，就是我不知道，我爸媽也不知道啊。然後我講的時候，因為我家裡的人其實都不太會，就是對我的選擇有什麼干涉或者是指導這樣子。就是我那時候跟我媽媽講的時候，我媽就說很好，就是你選你喜歡就好，你可以對自己負責就好。所以其實我一路上，不管是升學還是工作，或者是做任何選擇的時候，我家裡的人都蠻支持我的。對，不過唔通廣告設計都係高職，就是高職的，對不對？是。我哋都唔係有嘛，我萬歲啊，家是貴重畢業，冇要靠高中，要靠高職。媽媽唔係呢，我小時候我媽是不肯的，對，就覺得你一定要念高中，對，那都卡關呢哈，就是也不是成績不能念。就是地方的那附近的好的高中什麼，但是為什麼會這樣選擇？這件事就發生在我爸爸身上，但是他沒有反對什麼，他是第一個當下是先聽到我說，我想念高商的廣告設計科，他是先就是嚇一跳，想說，就是為什麼？對，為什麼會？他一直以為我會念就是高中這樣上去，對，但是考大學的時候就是考不同的群類，因為高職是有分成，就是商管群、設計群，各自的升學跟填報的科系是不一樣，所以就能開始轉到不同的科系。所以其實我高中同班同學，真的後來到未來出社會有做設計的人，其實可能差不多一半而已。對，但這比例算高了，對。對，可能大學就轉了，或者是以後就做不是相關或者間接相關的科系的工作。剛剛都太好係拖數位多媒體設計師。對。行起上去行設計一條路，對，一路上去精進啊，因為我有過程中我發現，就剛剛說到的，其實設計跟可能美術啊，還是繪畫其實不太一樣。然後
读了设计之后发现，原来不一样，但是我也蛮有兴趣的，对，就发现我好像可以。对，但是只有高职的训练很扎实，但是要再往前进一步还是不够。所以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有一个老师就很好帮我们列出，就是全台湾的那个大专院校校系所有的设计相关的课，就我们可以报。我们成绩出来之后可以报的科系，然后我就拿黑色的那个麦克笔，就把那个工业设计啊、室内设计都划掉。对，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画图学，就工程制图那一种，就是几毫米就是几毫米，一定要照着规矩画，照着尺规标示标注那一种。虽然我的图学也没有很烂，但是我就想说，我不喜欢那种有点好像有框架还是什么限制住的感觉，我就喜欢自由的创作的那种，就是有那种渴望还是企图这样。对，所以我就把那个钢掉，然后我留下来的就是我把视觉传达设计啊、商业设计跟数位多媒设计都用荧光笔画起来，就是我没有在管，就是学校就是先把这科系就黑色钢雕荧光笔画起来，对，然后后来就是到就是填的时候就是往这个方向填，然后就去念数位多媒设计，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数位多媒设计可能想说，那是什么东西？其实数位多媒体设计就是包含可能网页、动画、游戏，对，因为设计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例如我们可能听过什么服装设计啊，然后什么工业设计，或者是说工艺设计，对。但我念的是数位多媒设计，就是会有动态、会有时间性的东西。跟海伦弄研究所，去读艺术。研究所为什么又想要念艺术相关？因为以我的就是求学背景来说，念到大学毕业设计系，虽然是广告设计比较偏平面设计，就是高职再到大学，其实加起来已经设计念7年。我想说，还有需要在研究所再继续设计吗？是不是还能学到新的东西，或者是我应该拓展不一样的专业领域，就间接相关？因为完全跳到一个新的专业，等于是从头来，其实好像也不是很好。我也不是对这没兴趣，但有没有什么可以相辅相成，或者是可以让我的视野更宽广，然后在原来的专业或者是美感，还是其他美学训练可以更扎实，还是更深入？所以我那时候想就报考艺术相关的科系，这样对。嗰種當然後來變做行動藝術、韓國策展一方面哦，因為等下人哋係嗰度學講嘅哦，人哋看天氣風，今年也嘅年輕帶來，從有嘅活平係乜嘅，用嘅嗰等陣嗰等人下嘅紅愛，這兩個是你嗎？右邊的。就是一兩歲右手的那個是我小時候，哎呀，還蠻野。那個是我的弟弟，很像小時候。只有這個很小的時候可能比較像，越長大就完全不一樣。對。你剛剛問哪屯露台耶？你跟弟弟感情很好。我跟弟弟感情很好，然後這應該是少數就是長得比較像的時候，因為越長大就。差幾歲？我們差3歲。哦，差3歲，感情很好。感情很好，因為我們兩個的興趣。跟學的專業或者是平常生活習慣完全不一樣哦。對，就我的媽媽都會說，同一個家庭一樣的教育，然後教出來結果完全不一樣，完全不一樣。哦，對，弟弟是愛動的那一種。對，弟弟是比較愛動的，因為像我的姑婆。有時候我媽要去托嬰，沒有，就是把我跟我弟就是托給姑婆帶，可能1-2天這樣子的時候，然後姑婆就有說，那個妍萱齁，就是比較好帶，比較簡單，就是那個月曆紙，早前那個壁掛是月曆紙，撕下來背面是白色，對不對？就是月曆紙撕下來，就是拿一支原子筆給我，就可以坐在那邊靜靜的畫畫。然後弟弟就很麻煩，就要把外面那個騎樓再進來一點的空地全部清空，然後那個。機車前面有個籃子嘛，就把機車牽出來，因為有個籃子，然後月曆下來要好幾張揉成球，因為我弟在那邊跑來跑去，然後投籃這樣，對，然後還是像是可能到外面的時候，我弟就比較喜歡動態的活動，但我就喜歡靜態的對活動。可是為什麼你那感情歸後係好多用呢？感情是好到就是基本上什麼事我們互相都會跟對方講，有的時候可能想說。我或我弟弟可能想說跟爸媽講，可能會擔心啊，或者是有時候可能假設我們
有念硕士班嘛，就是假设论文嘛，什么头很痛之类的东西，可是跟爸爸妈妈讲，他们没有念，他们不知道，然后就会变成无谓的担心，就想说啊，那你是不是遇到什么状况？但没有，就只是有指导教授，然后还有论文，就头很痛这样而已。那心思会吞对方，会跟对方讲，对对对，什么都会讲。最好的朋友那样。对，然后就是等于说。像妈妈要生弟弟的时候，就有跟我讲，我没有印象啦，但其实是妈妈讲的，就说要生一个，就是好朋友陪我玩这样子。对，所以就变成后来当然各自有各自的朋友，但是一直都会有一个就是最好的陪伴啊，不管是正事还是什么很瞎的事情，都可以互相分享。不过虽然差别很大，不过不会吵撕啊、熊大啊，你们会吵架或打架？基本上没有就是到。应该说从高中以后吧，这么多年，我们最近一次好像真的有小吵的，只有他把眼镜放在床上，然后踩到他的眼睛。他说：“你怎么会把我眼镜踩坏？”我说：“你怎么把眼镜放在床上？”这样而已。贴片呢，因为嗰时候有人拿就是兄弟姐妹嘅相片啊，讲感情规划安尼。对，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能够像做，可能一般人做设计可能就是一个职业，或者是策展人可能是一个职业，或者是艺术创作艺术家可能是一个职业，但我可以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是因为我背后有一群，就是我的家人支持我，对，有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对我所有的做的选择都无条件的支持，然后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然后还有我的弟弟，就是有时候难免会有烦心的事情，或者是想说我这样是不是有时候会怀疑自己之类的。但是我弟弟也是，就是都会等于说分担我很多心理上的很多事情，然后开心也可以分享，不开心也可以分享。再来还有我的哪一个阿婆，然后还有我的阿姨跟我姨丈，就是也都因为都在板桥，所以就是有这些家人的支持，我觉得我才可以往前冲很多事情，因为我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有的人可能要担心说，家庭会不会有意见，尤其我做的是艺文工作，我有的朋友就是做艺文相关工作，可能家里就想说啊，你要不要去上个班啊，还是什么？就是你有感觉到你会很运嘅，对，幸运可以做这样子，这个好，非常自由。对。好，刚才底下呢，如果来个详细来讲，几家年輕提做嘅事情，係個同客家有關嘅一條元素一條事情係乜嘅？我先試下嘉賓，等下過來講。对，因为我们不是把客家这个东西当成就是目标的课题，就是不是去看客家，是从客家本身出发去看这个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对，或许你会发现根本没什么不一样，或许你会发现说，其实好像他们关注的，应该说我们关注的点可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去形塑什么样是当代客家的样貌。先來做客問嘢來聊，點邊嘅人呢來賓呢係策展人、藝術家小年輕，好多講到年輕係對廣告設計裡面頭一個數位多媒體設計，後來到研究所嘅時間路讀到藝術，後來你有機會談論欣賞，先做策展助理，對，後來去搞來策展，好，故說唔會接觸到策展正經都係喺同研究所開始嘅吼。因為接觸到一個假使用前面用的策展，我用來推呢技術，策展係乜嘅意思啊？因為策展其實就是展覽的策劃，然後策展工作其實會包含到從前面的就是展覽的整個概念啊，這次的展覽是什麼樣的主軸，然後後面是不是有什麼文本，或者是有什麼相關的主題，然後到如果是像有藝術家，就是有藝術作品的展覽，還會到選展品、選件、選藝術品，然後邀請藝術家，這都會跟策展工作有關係。但其實策展工作當然不止於此，還有包含展覽的作品中間是不是互相干擾啊，還有民眾，也就是觀者進到展場裡面，他的觀展的體驗動線應該是怎麼樣子，然後裡面的空間陳列規劃，然後還是像是展燈整體的調性、色彩的溫度等等，都會是展覽工作會包含的，就很廣吼。對，所以其實對於展覽一檔展覽裡面，假設有藝術作品的話，作品之於藝術家就等於展覽之於策展人，所以這檔展覽就有點像策展人的一個作品。你邊那講唔愛本入來嘅人看到乜嘅，體驗到乜嘅，對，總會同人有關。對。
你会种毛路黑耶，所以其实那个责任蛮重大哎哈。对，因为像是策展人可能很多会邀请到就是大专院校的教授或者老师当策展人，很重要就是写策展论述。但是其实对于策展的想象不只有策展论述，就是策展论述是一个观者或者民众去看到展览，他初步了解或者是知道它核心要论述什么，或者是这场展览的概念是什么。对，但是其实像刚刚叶蓉姐讲到，就是我们责任重大，因为它有展示或者教育或者推广的责任，那东西其实是有点像是策展人必须要在里面穿针引线，然后运筹帷幄的。韩国啊，你讲到策展人如果想到俺们不是我去那种美术馆要的哈，他把连这些作品的说明要放在哪，搞不好都是策展人要决定，因为他把我想讲，那个说明填那个东西不懂，有时候光小小的一个体验，可能如果养成到为个民众以对那个展览的影响，对，我说很难的哈，如果真正是，比如讲论述，可能要有这种学术的训练，对，还要有这行。还要做的企划，还提供，还要人脉。对，其实有些人说策展其实很重要的是人脉，很重要。把给人路唔省，我用来青年来做一个展览。我说其实蛮全方位的投入哦。对，所以其实中间有蛮多挑战的，因为像刚刚提到的人脉，就是邀请艺术家，艺术家不一定要应邀，对，不一定要答应你的邀请，对，所以怎么样平常就算有展览没展览，跟艺术家中间的相处或者是维持关系也很重要。再来是展览不是只有对艺术家，还有对民众，因为还有行销曝光，对，所以还有怎么样让人家外面不管是媒体朋友啊，还是艺术的评论人，还是其他的艺圈的专业的老师，怎么样会去认识或者知道。至少圈子内、圈子外知道，有这个艺术事件在发生，其实有好多事情需要考虑。对，是啊，俺的鸦片有看到一种汇报，是主客观，对，也个展览是年限，且话个迄个题的同客家有关。对，第一个以客家为主题的展览，对，然后那档展览其实是算是主办单位，因为过去可能很多客家为主题的展览，可能都会是例如交趾陶啊，还是蓝染，他们就想说是不是有可能让Q 上给艺术家有不一样、年轻一点呈现，或者是创新，还是他们可以接受实验性。然后我听到可以接受创新实验性，然后我就很兴奋，想也可以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我很喜欢这样子，就是不会在当然传统很重要，因为那等于是跟。就是我们的文化底蕴的那个底是什么东西，但是这已经有很多我的前辈或者是很专业、比我更专业、更厉害的老师在做了，不管是文物展，或者是文件展，还是艺术展览，但可能是跟工艺师或者是传统美术合作的。但是如果今天展览到我手上，是不是能带给民众，或者是带给这个主办单位，还带给这个地方有不一样的观点或不一样的想法？对，所以就做了一档，这看起来就超级，对，不是经典的，可能客家元素会很强烈的东西。因为刚刚用的想讲本来的可以做的，同以前我冇用，刚用的想，刚才主要的概念我做嘛。主客观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主要是客家观点。对，第二个是就是主观跟客观之间，就是主观诠释跟客观凝视之间。然后这是那一档展览邀请的艺术家，就是全部都是客籍艺术家。对，因为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艺术家其实都是客家人。然后原本都不知道那个比例这么高，但是其实看台湾的那个圆饼图，其实本来客家人的比例其实就不低。对，可是也就1/5啊，你共多没某按多。对，但是因为。我们不像就是原民朋友，就是很好被辨识出来。像我里面认识到艺术家，好像是在艺术博览会，还是在某个展览的现场，然后就是聊着聊着，可能中间有其他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这样介绍认识，然后就聊，也认识一阵子，然后就突然听到他讲说，就是他要讲，他不是讲他的阿嬷，他讲他的阿婆怎样怎样，说你是客家人，对，所以才知道他是客家人，对，所以其实很多客家人很隐性，尤其在双北那个都会客有没有？其实
根本不会特别暴露自己是客家人。就只有对这种小小的线索哈。对，如果一个阿婆，对阿婆发现的都也行。你前也就个新呢，以前个某年，以呢喺行业呢，叫他来做一个目标嘅展览。所以这次展览就是用这些客籍艺术家、客家人们，就是他的观看或者他的观点，他所想的，用他们的视角去出发。所以这档展览展的是观点，就是这些客籍艺术家他们看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去呈现他看的角度这样子。每某一天係人看客家。如何也能看一下这个世界？对，因为我们不是把客家这个东西当成就是目标的课题，就是不是去看客家，是从客家本身出发去看这个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对，或许你会发现根本没什么不一样，或许你会发现说，其实好像他们关注的，应该说我们关注的点可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去形塑什么样是当代客家的样貌。对。头都冇6个时间年前讲，迄咪都係样年，你让你上。你讲今年做的事业展览有3个流程，对，测了4档展览，里面有3档展览跟客家有关系。对，咁当初大家拢会发现到唔係行业，因为唔都係從頭都講，唔係幾年那開始想要養轉，合法嘛。萬歲其實阿爸沒冇講啊。对，大家都會發現到，唔係可以做同客家有關的。因为我自己是有做设计工作，也有做就是策展还是艺术咨询的部分。那我有2个工作室，就是分别做艺术跟设计的部分，所以一直其实都有做不同的专案。那做设计还是做艺术相关专案，很容易会接触到就是文化相关的机关，或者是文化相关的主管机关，那就有遇到一些客家相关的单位，对对，然后就会可能。在合作上啊，还是承办窗口聊，或者是来往上就发现说原来你是客家人，然后就这样慢慢的越来越多人知道说，其实是客家人。再来是因为我很喜欢在我的创作或者是我的艺文工作上面偷塞本土文化的东西，对，所以我自己会非常关注，就是客家文化有什么，我还可以发挥一点点。功能，或者是我能不能做点什么的可能性。迄咪都係移民車的安多展覽，有得到一個係客家事務專業獎狀。对，其实那一年的奖章的主要的理由，当然有包含就是这档展览有获得国际的奖项，就是在照理说策展人不会做设计嘛，但是这张的海报的设计刚好也是我做的，就主视觉设计，整体的规划就是有点人格分裂，好划算哦。对，策展人这个做回报，对，就是策展人，然后设计师刚好都是我这样，就我可以确保整体的调性是一致的，就想要的视觉，还有它民众观展体验跟里面的整体的动线，还是展览的呈现的纯视觉感官里，在里面的刺激会是一样，是这个氛围。对，然后那年是展览本身也有得奖，然后主视觉设计也有得奖，但是奖对哪个奖？对缪斯创意奖，就海外的奖项。对，你刚他得奖有自己有很惊讶吗？我其实蛮意外的，就想到说，我没有目的要，我还是希望做好，就是里面的所有细节跟内容。我得奖算是就是肯定，然后也让就是把案子交到我手上的这些主办单位还是中间所有人有一个交代，这样就是我没有乱搞。对。咁唔得到一個客家事務嘅重要獎狀，咁下唔得到韓國唔嘅阿爸妹，是什麼反應？他们有吓一跳，就是虽然知道我陆续有在做就是客家相关的文化或者是事物相关的创作啊，还是工作，对，但是没有想到，你知道，就是操着一口流利河洛话的2个人，没有想到我就是去自己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竟然有办法得到就是像客家相关的一个算是认可嘛，因为其实很多的客属社团啊，或者是有客家传承的这些家庭，然后他们后来这些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也都是一直在很努力的耕耘，不管是传播或者是艺文工作，对，一直在做客家相关的。但是
我或许比较幸运吧，就是开始有一些人认识我这样，对，所以其实他们很意外，就是没想到你竟然做了一个就是我们都不熟，也没办法教你任何不管是语言还是文化的东西，你有办法靠自己这样子慢慢好像有些人知道这件事，所以其实他们有吓一跳。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奖章不是只有艺文工作，是跟教育有关系，就是我人生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有一天会变成信商。马给欣赏。我有教过大学，逆推回去有教过大学，然后第一个教职工作是教，这是正规教育啊。那外面那工作坊那种讲座不算，正规教育有教过复兴商工，对，就那时候是当过多媒体设计的老师，然后再到北商就是有教展览设计。展演设计，然后到阳明交大就是教科技术概论，对，所以我自己很意外，因为我教师不是我的人生的生涯职业规划，也不是我的职业，对，但是就是有一些机会跟邀请，然后开始会进到教育的第一线工作。头头堂都係年輕以用策展韓國一個教育嘅方式好嚟偷渡吼，對偷渡。那等下呢，年輕我等下家去伊個工作室行啊，韓國人哋沙下嚟可以談嘛，以自家嘅作品用嚟偷渡吼，一個大家會發，先生下隔壁。對，像我媽媽那邊都會講，然後我爸爸那邊也知道，對。我比較有趣的是，我媽媽那邊是因為我從小就聽到大，就說明明就講着一口流利的河洛話，為什麼會說自己是客家人？这边是435艺文特区里面的展览空间，然后第一排是比较小的展间，然后平常像是在这边驻村的艺术家或者是外面相关的艺术事件都会在这边展览。那在后面一排是比较大的展间。好，那我们现在就到我的工作室去看看喽。这里就是435艺文特区的艺术家工作室，然后这边有3号、4号跟5号工作室，那我的工作室4号。两片就黑矮给工作室，不同的每一间的小房间啊，是不同的艺术家。一般其实，在艺术家的工作室1年只会开放1次，只有在每年的 Open Studio 才会看到。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我的工作室长怎么样吧。我觉得在艺术村里面当驻村艺术家，最大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它是一个艺术村还是艺术聚落，就是一个平台，你可以快速的认识很多就是艺术圈的其他朋友，有可能是你的前辈，有可能是老师，有可能是跟你并肩作战的伙伴，就像是我在这边也有跟其他艺术家一起参与联展。主要的美展就像这种东西，不然就是像这超可爱的。像是这个，呼！在435的其中一个联展，我就是拿2台电视机。我展览那个时候啊，就是有访问，3位都是客家人。都是妈妈，都是人家的媳妇，但是这3位就是客家的妈妈，都是嫁给闽南人。这个会2个，就是会一样的妈妈角色，一样的影像这样子。然后一边是只讲客语，这蓝色这台都只讲客语，同一个人哦。然后这边是讲着流利的闽南语。我自己其实是不是钟爱电视机嘛？对，其实我还蛮喜欢电视机，我觉得它造型其实是。很可爱的形状，对，而且它标志性很强，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它可能要叙述一段影像，或者是它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氛围之类的。我们本土自己文化，你自己都不做了，你觉得国外的人会来这个小可爱的小岛，然后来帮你做你的文化的东西吗？所以不管是艺文工作啊、策展还是设计，我觉得你自己要加把劲啊，东西。然后我爸妈都已经
不会的语言，我是不是能够像前面讲，就是捡回来，或者是再学回来？因为我感觉那才是我的文化，还是我的根啊。当然没那么容易啦，就是毕竟尤其又在板桥这样，不是一个家里就是有人可以直接练的状态，所以加油。对，但我会继续做下去。头多年前带大家去到伊睇一个板桥嘅工作室，好，就是驻村，一个驻村的艺术家呢。啊，唔知假如係有設計嘅工作，啊又有藝術嘅工作，又有搞好嘅工作，安尼算規模行嘅吼。对，哦，对，好没空啊。我付出都係有一個謀生嘅管道來支持你做藝術。对我的比重大概最大宗的是设计工作室那边，然后设计工作室在板桥，然后艺术咨询跟策展的工作室是在透烟。其实这样蛮好的哈，就会其实你有一个绿色的粉色，就至少不用太担心生计。对，还好就是设计可以支持我，就是艺术创作消耗的的钱，就是赚的钱拿了做艺术。对。哦，啊，好多睇样片，日本人能看到，你可以讲详细啊，你嘅电视机，对，嘅创作，嘿，你先前一个作品。对，这是最近一次去年的联展里面有展出的作品，然后那个作品就是会有客家的妈妈媳妇，然后到闽南家庭的那个部分，然后其实那档联展的主题是以性别有关系，其实也不是以客家文化，但我就自己放进去这些部分，就我比较关注的一些文化的现象，或者是一些我生活周遭的可能一些生命经验的累积，这样。不過我希望你睇中華出世，沙頭嘅只嘅，睇板橋台。对。啊，爸爸媽媽也唔會講下。啊，萬歲第七個係行年啊。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像是叔公啊、姑婆啊那边，每一代都会讲说自己是客家人。就算他们不讲客语了，而且都用河洛话讲说自己是客家人，都一定会讲这件事情，就是对像我妈妈那边都会讲，然后我爸爸那边也知道，对。我比较有趣的是，我妈妈那边是因为我从小就听到大，就说明明就讲着一口流利的河洛话，为什么会说自己是客家人？然后说你这次时间有觉得奇怪过？小时候一开始没有感觉，你知道吗？传说客家那时候搞不清楚什么人是什么东西，对。但越长大之后想说，怎么哪里怪怪？后来才开始，因为有做一些算是不能说研究，就是一些背景啊，还是脉络的一些爬书，有看一些文献还是纪录片，然后就开始发现说，其实就是中部是有福佬客这个东西，现在名字叫客底嘛，对，福佬客就是被福佬化的客家人，对，然后才开始知道说，好像原来这件事是这个样子，这样对。然后在某一年的我先知道，我从小就知道我妈妈那边都说是客家人，然后都会说自己是饶平县，所以他们留下一些语言的碎片，例如菜啊，还是亲属称谓，现在还有，但那已经不能说他们没办法客语对话，但是称谓上面可能会讲客语，例如他们会讲什么阿爸、阿姑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对，所以就是很少的客家词汇还在，然后有一些传承的一些饮食文化的东西是有客家的影子，对，所以从小就听到。但是我爸爸那边是我一直不知道，我以为我就是我妈妈那边有客家渊源，还是某一年，因为我就看资料嘛，看一些论文还是文献，然后就发现说，其实萧家也是就是客家，也有客家相关，就是说那时候什么土楼里面也姓。福建那边土楼姓萧啊，然后还是在社头的萧家宗祠可以看到那个族谱上面其实是客家人，然后我就想说，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我爸爸讲过这个东西？可能每次跟我爸都在讲一些就是好笑的事情还是什么，没有认真在谈这类的事情。对，我对那边的家族什么东西没有太多的认识，这样。然后就某一年的中秋节，我记得很清楚。也几年前而已，是比较近期的事情，没有像那从小就听到，我就忍不住就问我爸说，你知道就是社头街上有那个萧家宗祠吗？然后他就说知道，
然后我就说，那你知道你有听过家里的就是在长辈跟老一辈讲过说，其实就是我们也是。你就是我说你们那边也是客家人，因为知道我妈妈这边是嘛，他也都会听到他们讲。我说你知道也是客家人吗？他说知道啊，这段是河洛话。他说知道啊。然后我想说你怎么都没有讲？然后我爸就说你又没有问。对，所以他其实也知道自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其实很意外，才去，因为我还去复查说真的假的，因为。哪有这么容易？然后我就查，就好像真的也是的，就是原本好像就是客家人，但是他讲的腔调也是早就已经失传的客语腔调。对我妈那边应该讲饶平腔，对，安提配了吼，就係可能咩意味我做艺术创作，我说艺术创作对这个奈来嘅铁定要知道，对，不然你没有东西，对，你定这个对奈来要做嘛嘅创作，可以讲下嘅东西。有时候也个如果你对以前你嘅所从处就会很多了解，想会提供，对，也係用嚟來嘅，我爸爸媽媽係用嚟，对，因为也算是透过这些，不管是设计专案的执行，或者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文相关工作，去认识我自己吧。我觉得有点像找寻自己的一个过程。对，一个冒险。对，個奇妙。咁等下呢，我如果好奇吼，假使我年現代嘅對於特別意義嘅料理，啲係乜嘅哦？等下向下來說，先沙茶。台灣的客家其實不同的客莊還是不同的區域，其實都保留一點點客家就傳下來的客家的某個小拼圖。然後我自己覺得把這些不一樣的文化，還是不一樣的習慣。還是一些特色，就是這些小塊拼圖拼起來，可能就是一個客家群體的一個樣貌。現在做客慢熱聊聊，今日就除了嘅係藝術家陳振賢小年輕，也個最美嘅團呢，我哋會看下來是好食的吼，我哋就看下是年輕對於有特別意義嘅料理係乜嘅，像處理夢本眼人。我以為嗰種樣呢，也係鳳橋，也係炒乜嘅豬肉。對，豬肉炒豬肉。這個是你帶來的？這個是紅曲是我媽媽做的，然後炒是就是早上時候來的時候。你這個炒，哎呦，剛剛馬上我試看啊，因為佢以為嗰種樣呢，看起來很厲害。不錯吧？應該蠻好吃的吧，跟外面的味道應該不會一樣。可以開店的呢。這個超好吃的，就是外面吃不到那麼好吃的。我不知道你在稱讚你，還是稱讚你媽媽？一起。很厲害。對。鳳橋係從細媽媽入做的哦。對，就是從最原始的原料，然後釀那個，到最後拿去變成。因為做好的那個紅曲不能直接吃嘛，就是在一般是炒，就是雞肉啊還是豬肉都可以。紅曲啊，可是我南部、我萬西其實冇食。對，好像是完全沒有吃。中台灣以北才有。萬西你都有睇食的。你係咪講你自己咪會做一個鳳曲？你甚至自己會釀紅曲？會。就從要發酵啊開始。你什麼時候學的啊？大學的時候就陸續有學一些，就是拌內啊，還是一些傳統菜，還是要釀的東西，要醃的東西。對，你連拌滷會做哦？像是因為想說會失傳啊，尤其後來又住在就是永久，然後就市場是買不到的。你什麼時候後長你哪有在管失不失傳的？對，但是想說都會有一件事情，這些味道會斷代。然後我想說我自己是因為我自己的個性啦，我是很喜歡吃的人，我喜歡吃就是要煮啊，要做啊，對啊，醃啊釀啊。剛喺細細時節就會煮菜耶。對，因為我小的時候，媽媽說就是，因為我家兩個都是男生嘛，就是我跟我弟弟，就是我媽媽生兩個都是男孩子，然後想說不能當，就是要
不能当小废物啊，要朝新好男人迈进，所以就是都要分工做家事，因为每个人都是家庭成员，所以都要有任务这样。然后我小时候就想说啊，就是例如一顿饭嘛，要有人煮菜，有人洗碗，然后我就不喜欢洗碗，所以我弟弟就是洗碗，他自己也 OK， 然后我就是负责就会煮这样子，所以就是小时候就有练怎么煮。从小就发现这个不会做哈，好做某一天后生嘛。对，那你什么时候发现，应该煮的东西挺好吃的哦？家里的人就是没有被我毒死，应该就是可以吧。然后就是熟能生巧吧，多做应该就会比较熟练一点点。刚刚这个素卤菜哈，你的拿手菜黑不该？我自己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应该说两边家里其实是彰化人啦，所以其实控肉、卤肉其实蛮厉害的。再就是这个，亚克真的可以呢，开店是可以的，蛮厉害的哦。刚刚你这个开始做神发风啊，因为二屯客家归宴其实是很合理的。如果你要跟客家很远的话，可是其实你会各方面越来越去接近哈。对，反而是有点逆着，照理说人家是会越来越疏离或者是忘记，尤其是像做艺术还是设计，当然打国际杯的话，一定会做一些就是可能很概念啊，还是之类的东西，因为要捡本土文化的东西，还是自己的文化底的东西，没有这么多国际的大师可以参考，还是有别人走过的路可以照着沿路去摸，这样变成你要自己在一条可能暗暗的小溪，自己踩着石头摸路前进。其实我觉得，可能外面人看会想说，干嘛那么辛苦？因为你学的背景跟既有的资源，你就可以做到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去做一个你可能比较不熟悉，或者是没有几个既有的方法论可以参考的这个部分？所以反而是越做，反而会知道更多，甚至是有一些可能家里是客家人的朋友都不一定会知道一些，就是原来别的地方的客家人们是有这些东西，或者是他们有这些习惯还是文化。因为台湾的客家其实不同的客庄还是不同的区域，其实都保留一点点客家就传下来的客家的某个小拼图。然后我自己觉得把这些不一样的文化还是不一样的习惯，还是一些特色，就是这些小块拼图拼起来，可能就是一个客家群体的一个样貌。对，对，都因为因太新发现几多客家的东西，安尼可能还有爸爸妈妈录底的。对，就回去再跟他们讲，说其实有什么东西这样。对，基本我引起情，因为就像你头都讲的啊，嗰种你会讲过，你现有的技能。其实要去做其他很好的设计，可能没有那么难。对，就像是举例来说，假设今天有展览好了，他今天有一个很棒的任务，就是对自己未来长程的发展也很有利的。假设做台法交流展，还是台日交流展，我也不会没兴趣。但是如果今天假设档期冲突，要让我选做客家文化的特展，跟做台日还是台法还是台马之类的任何的交流展，我反而会选择就是优先做客家文化相关的展览。对，像我今年年底本来就有不一样的展览邀请，但是我选择是做就是桃园圣基亭，就是客家人会把那个习字啊还是禁字，都会把那个书报还是书拿去烧掉，再放水流掉的那个国家的三级古迹圣基亭背后的故事。对，那边有客家的文人怎么去参与抢救过程，他很有故事可以做。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做那个案子，我觉得那个太有趣了。对，为什么你会这样选择啊？因为不管是做设计，还是艺术创作，或者做展览，你做不同国外的文化，你做的再好，你不是那国的人，你不是那个文化不是你的，你做再好就是得到他们的认可，被摸摸头，说你好棒。但是如果我们台湾人自己都不做我们自己台湾的文化，或者是说假设客家人自己不做客家相关的主题或文化，那谁来做这个题目？谁来去帮你继续发展，还是振兴，或者是保存，还是价值？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使命感吧？对，给使命感会来自哪里呀、你现在这种很清楚的概念，你敢不会对那来呀？可能一路上参考还是看既有的作品展览，可能也看很多。然后我觉得台湾是多元族群文化，其实是不只是闽南文化，还是原民或者是客家。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元，然后文化底蕴能量很强的地方。对，但是这些不同的，因为像我就不。因为首选嘛，就是你一定是先做自己的文化，然后一来可以认识我自己嘛，然后再来就是好像可以用我既有我学了这么多东西，那我是不是可以贡献渺小的一点点的力量？我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会去思考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什么？然后可能看到台湾不同的族群的朋友也在为自己的可能部落努力，或者自己的眷村可能再重新做点什么东西，然后想说那我还可以做什么？对，就会有那种最开始可能会有点焦虑，就会想说啊，那我是不是没有我真的有自己的族群还是文化吗？那应该是什么东西？那我接下一步我可以做什么东西？对，这没有人逼我，也没有人要求，也没有人说你做了就会被怎么样。但是我想说啊，其实也蛮好玩的，就是每一个专案，我都可以一直学到新的东西，很像做专题，有没有？就是对，就会一直学到东西，就是学习这东西其实应该是很快乐的。对，然后做出来之后又有成果，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是很有成就吧，就变成好像艺文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归属。对，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会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可能是过去一些可能被埋没的历史，可能只留在口述或者地方，然后会认识到新的作品，会不断会有新的艺术世界发生。这些艺术事件可能是一档演出，可能是一个现场即兴的音乐，然后也可能是我邀来的艺术家做的新的展件。然后这些东西默默的，其实它在重构一个我对于客家认识之后的想象。然后我觉得这东西是很诱人的。对。过后呢，通到年轻人嚟講，通嗰陣對你而家安尼嘅工作係感覺過有挑戰，對，有過滿足嘅，對。也過後呢，你用藝術填起嘅頭擺壓下準備來，覺得聽起來是對你來說蠻完美的工作。對啊，因為我想說，當然啦，其實只要是有工作就一定會有處理好的事情，一定沒這麼就是好像聽起來都很浪漫啦，然後很沒有工作的時候就想說，我下次不要再做了，然後下次還是又繼續做。對，但是其實那個當下當然是工作就一定會有他辛苦跟他需要投入的必要的付出，但是工作之後的成果，我覺得其實是很值得的。而且覺得值得投入，我覺得就已經是很棒的事情。所以說我運氣很好，就是剛好人家很多人興趣是不能當工作，但我興趣跟工作好像是差不多的事情。對，過後呢，今日感謝分享很多很奇妙的故事，還有很好吃的口豬肉。我雖然剩一塊，我吃黑咯，我吃黑嘛，我吃嘛。真的厲害呢！真的嗎？哎呀，這應該不是有拍成所以才。真的。